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印度对3月2日开始全国封锁，所有国内外飞行机班拢无飞，造成真侪留伫印度东南亚的台湾人无法度返来台湾。啊，不过昨昏有60个台湾人坐铁桥专机，总算返来台湾啦。 印度真闹热的市场，因看到愈来愈多人挂嘴安排队买物件时阵，也有保持社交距离。当地民众对着疫情发展，慢慢改变平常时的生活。 अभी उसके साथ अपना जीने का ही है तो ये आदत तो डालनी पड़ेगी वी हैव टू ना मास्क पहनना पड़ेगा सोशल डिस्टेंसिंग करना पड़ेगा जो भी 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ने रूल एंड रेगुलेशन वो तो फॉलो करना ही पड़ेगा 印度官方统计到5月31中昼过去24小时内确诊病例8380例，各创下单日新高。就算疫情也是真严重，印度政府依然是因为经济压力，宣布为6月7日开始慢慢解除全国2个月过封锁。不过解封了后，疫情也是存在隐忧。 留伫印度甲南非的台湾人，伫驻清奈办事处的协助之下，坐铁桥专机为印度飞往南韩首尔个专机31暗时登来到台湾。 3个半小时去做国内线，再转国际线，再转1半小时。所以这样总共花了多久时间？3天。3天哦。嗯哼。所以你的住的地方离印度机场多远呢？非常远，我们在东边。东边。 对，几百公里吗？2000公里，很辛苦。所以，但是台湾是宝岛，所以我们要回来。虽然经过长途飞行，未少人拢真忝，不过也是真欢喜，能登来到台湾。检疫人员也按照规定了解因是毋是有发烧者相关的症状，而且佫加强消毒。这一段再登的60个台湾人，加16个外籍人士。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关心有31年历史的诚品敦南店，是全世界头一间开24点钟的册店。昨午12点正式关门，有济册迷趁上尾一天，登去册店休息，和册店讲再会。3、2、1，诚品敦南晚安。 诚品敦南店5月31暗暝正式结束，当处长吴炳杰甲现场民众斗阵倒头算见证，佮由专车载大家去下节24小时册店诚品信义店。31暗时，歌手上台唱歌，斗阵向诚品敦南店讲再会。全台第一间24小时营业的册店最后一天营业，安排舞蹈讲座，吸引真侪人。 不少人赶来怀旧，翕相留念，也有人趁机会经一寡教育的好册。15年前有来，常来，那时候念大学，阳明大学。那时候是买一些不是医科的书的时候会来这里。那现在是来缅怀以外，最主要是支持这个很棒的书店。最近这1、2个礼拜一直都有来，一直在找书要看的。以前就有来过了，只是很久没有来了，想来选几本书回家看看这样。 诚品当处长郭炳杰讲到，要结束的诚品敦南店，想起家己甲850友一路行来点点滴滴，是真不甘。敦南店的逝去，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它就像是吴先生的离开一样，是芸芸众生成就了就是诚品敦南，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是幸福的，可以好好跟他说再见。 诚品高盛敦南店第31一天有5万人次，当处长吴炳杰也讲，会带着诚品敦南店的勇气力量继续行，和诚品信义店也有24小时册店全新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一个黑人和美国一个白人的警察对暗棍啊死亡，引起全美国世界的抗议。警民冲突未输战区，上无有25个城市已经宣布宵禁。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宪兵爱太平。来看自由时报，根据英国周日快报的报道，因为中国讲话无算话，迫害香港的自治权，嘛伫透用武力威胁咱台湾，所以英国的内阁有在讨论要扩大支持咱台湾，甚至有可能伫5年内要承认咱台湾的主权。
来看《中国时报》，疫情年是规划讲每一人提出1000块，会当甲政府换到3000块的整形券。行政院长苏贞昌按算是被亲身对外说明，讲要安那实施。除了咱台湾人，有摕到居留权的外国人，也有中国配偶，嘛可能拢摕有。咱台湾已经连续49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所以云林县、新竹县是宣布讲要提早对今仔日开始解除封锁。指挥官陈时中伊是表示讲，只要有法度遵守防疫规定，地方政府会使家己决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又宣布零确诊，台湾已经第49天无武汉肺炎本土病例，413人解除隔离，剩11人住院治疗，疫情平稳。按算6月初7大解封，不过云林县甲新竹县拢提出要伫6月初1提前解封，或者是针对艺文解封，但市长认为各地方应依照管理能力决定。在主办的单位里面，当然有提出他的需要。然后第二个就在地方政府会评量它的一个必要性，然后跟它确实来遵从我们集会游行指引的能力。只要应做好量体温、洗手消毒、加签名制，但市长认同各地很快活动慢慢解封。7月是休stra指挥中心也承认，解封是防疫考验，不过会继续注意提早准备。5日连假高铁无开放自由座，但市长认为车厢内底不应该先过客。我们中心的就是表达态度，就是我们不希望太挤，就像你昨天在那个什么，我们在国华街那么挤，坦白讲，我们都不会赞成那样的情况。虽然环岛自由座会互车厢内底先过客，不过5日这连假已经伫6月初7解封了后，但市长表示，只要符合防疫新生活指引，挂嘴掩或者是保持社交安全距离，不管高铁开放自由座或者是代替卖客票，拢会尊重。记者综合报道。来个新天气，今仔日各地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不过爱细日过到了后的雷阵雨。咱来看上新的温度，这礼拜大多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若过到了后，山区有可能会落雷阵雨，是标准热天的天气。今仔日只是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不过伫台北、宜兰、花莲过到了后，落雨的范围会较大淡薄啊。明仔载拜2到拜4，水气会减少，各地拢是好天。若过到了后的雷阵雨嘛会较减一寡。不过拜5到拜6，透南风，水气有变高，所以中南部有阵雨也是雷雨。礼拜2了后，太平洋的高压会减弱，可能有黄酸雨的方面会挖进台湾，所以天气会又个转变。5、6月份是黄酸雨的季节，不过气象局是表示讲，咱台湾天顶是透东风，若准日头安尼，代表黄酸雨的季节是将要结束啊。若是黄酸雨的季节提早结束，安尼咱台湾恐惊会欠水。全台各地连续落了真侪天的雨，这2天总算天气较好啊。气象局讲，未来1礼拜天气大体上是好天稳定的天气，各地高温拢在30度以上。不过，代理局长陈明典对6月初9气象预测分析图看到，台湾上空出现偏东风，若是这款的天气形态继续，代表出梅，也就是梅雨季节要结束了。6月10号之后，我们目前有看到一些大气的条件显示梅雨季有准备要结束的现象，但是因为包括梅雨季的认定，以及从梅雨季要正式转入夏季，所谓出梅的现象的认定的话，它必须要这个大气的形态维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做这样子的判定。根据气象局观测，台湾每年大约在5月10日左右会正式进入梅雨季节，而且往年梅雨季落大雨应该是6月会比5月较多，有当时才有例外情形，而且出梅的落在6月15这顶个啊。也不过对即阵的预测图，会看到当高层的南亚反气旋就线扫到台湾以北，台湾上空出现偏东风的时阵，就是出梅的指标。也有各界烦恼讲，若是提早出梅，是不是出现欠水的现象？前一波的那个梅雨啊，全国有4亿吨的这个供水的增加量都蓄存在水库里面，即便未来雨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各个水库能保留3个月以上的安全存量。水利署表示，是不是欠水，不是只有落雨的问题，嘛要看供给甲需求。虽然前一阵大雨已经让全台水库进入安全的存量，不过民众也是要珍惜水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前几日大雨直透露，彰化坡道损断甲真严重，损失大约2-3成。农民是向政府申请，希望政府倒设法补助。
行至葡萄园，葡萄落几涂骹，虽然树仔顶还阁结真济，啊，毋过袂少是必开。看到辛苦的成果都要去了，农民实在真毋甘。落雨引起的，照讲是爱讲，会使讲水伤啦。哦，水伤就是这规个种安尼去，伊只猛咧就落去，猛就落，会变拢一直落雨安尼啦。雨落几啊天，这2天雄雄好天，让葡萄出现必开的情形。根据统计，中华葡萄主要集中在大村、溪湖甲埔心，面积差不多1200多公顷，年产量4万多吨。顶一摆落雨，初步估算受损差不多是2到3成。我一个细胞本来是遮大，我就经过较大。伊不是变几元，它只是细胞的单纯的变大，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吸水，我拿去水了后，我的也相对的会比较容易裂果。专家表示，关粉甲淡水雨必开的情形更较严重。目前产地介绍特级品每公斤差不多650块，上悬顶级市价每袋斤用到200块。即马灾情，后未少农民受损严重。辛苦的农民，看当安尼就只有补助的事这边葡萄损失，佫爱工损失安尼啦农民表示，最近是大出，不过天气影响袂细。农粮署表示，受损的农民应先向当地公所申请甲通报，由公所统计了后，报予农粮署，佮进行相关灾害补助，希望应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61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6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3千多例，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是依次第442例，香港有1084例，日本有1万6千多例，南韩超过1万1000例，美国已经超过183万例，俄罗斯是超过40万例，巴西超过49万8千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例，英国超过27万例，意大利超过23万例。即阵全世界已经超过600万人得到武汉肺炎，不过嘛有愈来愈侪国家决定要解除封锁、拼经济，亲像是英国、法国、印度，也有美国疫情上界严重的纽约，嘛在封城2个月了后，打算这个月初8要开始放令防疫措施。美国疫情中心纽约州封城2个月了后，州长古莫29宣布，全美第一大城纽约市下个月初8进入经济重启第一阶段，也就是营建甲制造业复工，非民生必需类小卖店应营业，不过只提供路边摊会，应予40万名劳工回去工作。英国3月23开始的封锁措施，6月初1也要放令。英格兰地区顶级体育赛事无开放球迷入场的状况之下比赛，小学1年、2年甲学前班慢慢复课，中学生6月中复课。户外小卖商甲汽车等类式延开，温存6个人以内户外聚会。不过，首相府的紧急状况科学咨询小组专家说，根据该封城规则。法国巴黎关11礼拜的公园甲绿地，30重新开放，互民众入去。28度的好天气，禁止一人去公园野餐运动。不过10人以上的聚会也是禁止，爱保持社交距离甲外吹暗。另外6月初2开始的全国咖啡店甲餐厅也恢复营业。在耶路撒冷旧城区以色列第3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31透早拍开关2个月大门，互信徒挂吹暗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黑人，和一个美国白人的警察逮暗棍逮到死亡，引起全美国有30个城市发生军事抗争。这拍火唔但伫美国烧，伫加拿大、德国也个英国的伦敦，嘛拢有示威的活动。经过暗暝激情抗议，5月31透早，美国各地商店全部无用清理规涂骹的碎玻璃甲物件。美国明尼苏达警察部的执法，互无武装的非洲的美国人弗洛伊德死亡，引起全美国民众怒火，拢上街路声援。真侪店家被抢劫，也有真侪抗议者被攻击，相关抗议失去焦点。连续5名抗议超过20外度刺宵禁，几名记者伫采访过程被攻击。伫加州，采访自由记者也记录被警方手令枪支攻击一刻，一直到美国时间礼拜2早起，全美国出动差不多5000名国民兵，其中也包含华府。
I think that the president has a role to play nationally in calming the unrest that we see in cities across America. And I think at the least, he has to not incite violence, and that's what we would expect. 市长向川普总统发声，不过川普推文依然维持口水态度。之前接获呛声卡斯民众紧急被将就要放狗。5月31日发文强呼国民兵紧紧赶往明尼阿波利斯。据指责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卡斯第一暗就采取行动，就无这么济麻烦。据宣告极端组织无政府主义者 Antifa 会被列为恐怖组织。弗洛伊德家属接受媒体 MSNBC 采访时指出，川普慰问宴会态度十分的消极，让心理真受伤，因为让讲话时间拢无。全球各地也群众响应，31数千名群众无过英国的放射禁令，伫特拉法加广场相关美国示威。March, you're mad. You sick, you're mad. You die, you're silent. Yes, and maybe you can die from a virus, but people are getting murdered by policemen. 抗议人行到东宁街十户，伫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头前有真侪人，警方至少21人。伫加拿大有民众响应上街路，总理伫第一时间按大民心。We need, as a society, to stand together, stand up against discrimination, be there for each other in respect. 杜鲁道表示，加拿大也同款的感受，因为歧视甲偏见也伫当地出现，这时阵应该团结行过规矩。记者综合报道。阿富汗则宣布讲要甲民兵组织塔利班嫌其停止相战，结果首都这一边就随发生一台巴士受炸弹攻击，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若伤亡的拢是电视台员工。白色小巴士车头全部拢歹去，挡风玻璃破甲规涂骹，车边也佫有一罐灰。这台阿富汗乌尼希着电视台的小巴士，30暗时载着15名员工，却是予炸弹攻击，造成一个在警记者甲技术人员死亡，另外也佫有6名记者受伤。而这是一年来乌尼希着电视台第2摆发生员工遭到攻击死亡的事件。دیدم جدول کدام مای نمانده بود اینجا این موتر از کدام تلویزیون از کدام چی بود جامعه سرزیر کجا 有国际媒体报道，伊斯兰国讲这个爆炸案件是因做的，不过无说明原因。这个爆炸事件就发生在阿富汗政府宣布要甲民兵组织塔利班和谈了后。早前国家和解高等委员会举行记者会，讲也毋知什么时阵要甲塔利班来进行和谈，不过随时拢会使来进行，也强调已经有提出善意。اخیراً علائم خوبی را شاهدش هستیم. اعلان آتش بس و نبودن خشونت به او حدی که قبل از آتش بس وجود داشت و تبادل زندانیان که به رقم بسیار قابل ملاحظه صورت گرفته. 双方的和谈原定3月展开，不过一直拖延。阿富汗官方立讲，大约900名塔利班犯人得到释放，来回应塔利班提出3天停火协议。而得到释放的犯人也签署袂阁登去战场来休战。这也是阿富汗近19年来战暂停的时刻。法新社讲，这是两方面对抗以来历史性暂停。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引起海啸，罹难者甲失踪者超过2万人。日本后来伫东北的灾区3个县市要起400公里长的补换，不过这项开8200亿一票的大计划，伫地方有无同款的意见，有人讲好，有人无赞成。2021年3月大海中过啊，日本东北部受灾区的沿海，豆豆啊起400公里长的按摩图补换。有人号做日本的长城，几了10公尺悬的围墙，甲港口和主题区分开，互附近的居民真袂惯势。I feel safe, but now I can't see the sea. It makes me sad. 居民听海鹰声，看海景大汉，起这悬的补换引起袂少争议。宫城县的七仙沼市补换有19公尺宽、15公尺悬，是县内上大的，目防真歹接受。Personally,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raise the road. It wasn't necessary to build such a big wall. 海鹰虽然可能甲补换冲歹去，
但是东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团队犹原肯定去爆发来阻挡海涌的做法。We construct the very big wall. Still, there is possibility that water inflow into the area, so we should evacuate. But anyway,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ose walls, we can reduce tsunami overflow, and we can get some time for evacuation. 天气较悬的所在，也是一种避免灾害的方法。嘛有地方是千村和起爆花拢做。对于海边住久的人来讲，观察海上是判断危机的关键。因认为海中来进前会快速退流，若无发觉这种警讯会愈危险。311海中都有人因为爆花炸条无看到，失去赶紧逃生的机会。另外，工程嘛有可能破坏生态。中央开钱起爆花，落尾地方爱维护修理，也互地方增加经济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卫福部长陈时中即马行脚高的所在，拢会引起轰动，是上界厉害、上界高的推销员。昨疫情指挥中心的团队有够无闲，因下早去台南，下晡去台中，拢在宣传在地员工。这边哈，商家特别帮部长电雕哈。这个应该比画的还像啊，对对，而且你最重要是你很在乎的很年轻，对呀、本人更年轻了哈，来。市长卢秀燕送电雕的人形的饼，也佫开卫福部长陈时中现场笑嗨嗨。被封为最佳业配王的卫福部长陈时中，甲疫情指挥中心团队推广路外防疫，礼拜日下晡到台中营销台中产业，佫甲市长卢秀燕斗阵拍宣传底片。礼拜日陈市长的防疫5月天行程满。进前是伫台南到三港冲关公，也向民众发挥防疫新生活，大家要落实，要内化，我们才能够继续安心的过我们的好日子哈。连日经过真侪都市推广防疫新生活，但市中所到的所在拢是人。被问到进行观光，互家己拍几分，伊讲成绩爱互民众来拍，只希望伊的行单能互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内观光业带来一寡情调。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高雄要举行罢免韩国瑜的投票，罢韩团体这几日逐天拢有游行，昨昏举行上亚尾一里路的游行，嘛伫暗头6点06分大声喊口号。若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昏规工拢无公开的行程。天恩时代化罢韩救高雄5月31日暗时6点06分，呼应6月7日罢韩行动，由围绕高雄发起的决战黄金周罢韩游行到上高调。罢韩游行为市长韩国瑜办公室的凤山行政中心头前，由罢韩四军主领军，对游行民众也黄时代化共和高雄，一路行到卫武营头前的广场。主办单位画出有2万人参加。是你们少数韩粉跟你们韩国瑜的高雄，我想6月6号我们这一次我们会光复高雄。韩国瑜礼拜六无出席唯一一场罢免说明会，是去视察农村甲推广原住民文创。礼拜日也无安排任何行程。面对罢韩团体一直出招，市政府零处理，用市政成绩化解罢韩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共硬渡香港版的国安法，美国已经放调讲要出手制裁，引起中国甲香港即马有官员不满，爱美国卖插香港的代志。若绿树天安门事件今年是满31冬，因为香港继续禁止集会，所以敢会有活动，敢会照常举行，即马外界拢在看。中国已制定港版国安法，美国总统川普讲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制裁破坏香港驻地的中港官员等等。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随后也写文章反击，讲外部势力是愈来愈唔习惯插手来乱，干预香港事务。而香港官员也讲唔惊，美国若是要制裁，就可以去制裁。美國特朗普話要制裁咁，你咪制裁咯。我係冇外國嗰個居留，冇外國個國籍，我哋又冇外國資產。我又唔，我甚至乎我唔去，我加拿大都可以唔去嘅，費事俾你捉係嘛？
进前，中国人代表国通过港版国安法草案，加上今年受到防疫的限制措施命令影响，香港每年拢会举办的六四悼念晚会，也是毋是我多如期举办。香港智联会指出，即阵香港警方啥物拢也无讲，所以已经有备案，呼吁香港人唔管伫啥物所在，拢爱伫线顶参加。咁所以喺度呼籲大家6月4號，無論你喺邊度，大家都一齊參與我哋嘅6·4遍地開花式嘅燭光集會。我哋嗰日咧，亦都係呼籲緊全球，係佢用佢哋自己嘅時間去燃點燭光，全球去默哀。六四晚會是為了悼念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外口爭取民主被鎮壓的人士。不過，為了今年的紀念主題將是關於香港這陣的局勢。而香港《蘋果日報》最近發起一人一批救香港，傳出中國人點點轉達連結有代志。南方工人關注群指出，廣東維權人士邵玉輝最近在微信群組分享網址，不過連伊在內甲儕位網友在27攏互抓起來，警察承認甲人歸押佇派出所。不過無講了後會歸押佇什麼所在。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來關心，目前咱台灣武漢肺炎的患者已經有400多人出院啊！這已經健康的人轉去到社區，不過愛煩惱社會對因起起堵堵。有精神科的醫生就提醒講，唔那患者本身，若是鄉親會感覺講受疫情影響，心肝頭的壓力真大，一定愛去找醫生。台灣武漢肺炎的疫情豆豆轉好，而且9成以上攏治療好勢，400多人出院。在經過數十天的隔離治療了後，通過3遍採檢陰性的高標準，因要是感覺到不安的情緒。看世界的方式就是有一點啊，就是會驚別人安怎看我家己吧。就是煩惱是毋是講，但是伊若知影我是拄啊出院的人，然後是因為這個病毒的關係，伊是安怎感覺的？然後我嘛驚伊會驚，我嘛會驚，伊嘛會驚咧。陳東學講，伊當出院的時，常常會當體會到出國的人迄種重新轉來到社會的感覺。不安的情緒一直到個月了後才大大穩定。專家講，因為病毒是目睭看無的，這會加強民眾的驚嚇。所以我們可能會把那些只要有一點點風險，疑似可能會接觸到病毒的人。這背後其實，但某個部分，我覺得跟人的感染的恐懼，這個包含可能是感染自己或感染自己的家人。潛在我們會說，這可能也跟死亡焦慮有關。精神科醫生李明斌建議，唔那400多位確診的人，也是講超過12萬個居家隔離檢疫的人，甚至是一般的民眾，除了落實防疫的新生活以外，嘛要定定來磅家己的心情溫度，來注意家己的心情是否發燒。我們的情緒衝擊過了，但第二波在前面的心理重建是需要大家一起來。那我們比較呼籲就是疫情2個字，它是跟健康生命有關。但是疫情過後的壓力就不是2個字了，它是多元的影響。這個才是大家一定要守望相助。Johns Hopkins 大學流行病史的學者 Jeremy Green 進前佇咧《紐約時報》指出，疫情結束的時陣，病毒對健康的威脅大大降低，也毋過所造成的心理衝擊，也閣有驚嚇有關的佇咧。專家嘛提醒講，疫情所引發的經濟衝擊，甚至是生涯家庭的變化等等，影響可能會有2到3年，需要大家繼續來關心。記者尤維珍從藥水台北報道。那現此時，咱台灣的疫情已經大大穩定。疫情指揮中心嘛宣布講，只要民眾遵守防疫新生活，6月7日開始會當大大恢復正常的生活。大賣場內底嘛當試食，那電影院、藝文場所嘛無人數的限制，毋過同款愛刮喙罨。工作人員甲捧一個一個落落會當隨食的物件嘛，攏替民眾分裝好勢。原本放佇咧邊互人試食的盤是改放用一擺就單調的手落互民眾來使用。武漢肺炎疫情的期間，為着要降低傳染的風險，賣場是小連續取消試食。即馬國內疫情漸漸轉好，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只要遵照防疫新生活，6月7日就會當恢復試食。當然
我们现在试吃还是在讨论中，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试吃人员主要的防疫工作是最重要的，包含了像试吃人员帮他佩戴就是口罩啊、护照，本身试吃的店内的部分，我们其实在现在都有在入口区都有提供一次性的手套，消费者如果担心会有重复性的接触的话，可以佩戴手套去使用。指挥中心认为，只要符合防疫新生活的指引，各种的措施拢无理由来反对。因为安尼，台铁甲高铁就宣布，为6月初1开始开放旅客伫咧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会当伫咧车顶食物件，食了后，再搁甲喙掩挂倒转去。因若台铁的客票甲高铁的自由座敢会恢复，两边是抑拢未定案。不过，即马药妆品开放试用，还有大卖场开放试食，消费者嘛会当感受到更较侪疫情渐渐稳定的感觉。我敢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台湾疫情相对好像控制蛮好的，因为它是熟食啊，如果说它的那个有戴口罩，然后有戴手套的话，我就觉得 OK。指挥中心强调，6月初7防疫措施扩大解禁了后，人流的管制嘛会放零，电影院、艺文场所、座位的管制嘛会恢复正常，无需要用梅花座。不过上基本的要是爱挂喙掩，只要每一个人一点仔动作，就会当保护人民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基隆市政府规划行程，未来民众会使按基隆灯塔行到球仔山灯塔，行一段基隆版的一日双塔，因为步道伫7月底完工。对基隆西环的球仔山灯塔，对基隆溪的方向看去，撇开蓝天。球仔山灯塔是在民国45年设立，过去为在军事用地，所以讲无开放参观。不过，基隆市政府正伫规划一日双塔新的算法。对4月就开始在球仔山动工铺设步道，未来山友用对基隆灯塔行到这来看美丽海景。过去是很小的路啦，很不好爬啦。来这里玩的人数，如果是6日的话，可能那个人潮会有多？差不多200多个，有时候是外地坐游览车从下面走上来，还是从那边灯塔那边走过来的。这些景点其实以前多半都是因为戒严的关系，它封闭，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市民就算住旁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亲眼目睹它。除了基隆独有的迷人景致，当地也蕴藏人文历史。捌参加基隆西环码头抗争的市议员指出，球仔山对面的珍珠寮山在日本治理时期捌实行过五炮制度，在地农渔民工人中昼听到炮声，就知影讲因休困食饭。从台湾再进入到日本时代，然后同时也是在进行这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那现代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国民的生活习惯，就包括守时，在这边每天确定的时间放炮，让大家也可以对时。五炮制度到1929年被废止，改发电报报时。随着时代演进，早年的报时方式已经消失。基隆文化局考虑，将来在基隆西环的五炮所，用在特定节日中昼放炮，彰显报时的场景，为基隆的观光来增加风采。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受疫情影响，咱国内真出名的兰花，即马无法度出口，饲草歹。屏东万万有专门种乌蝶兰的业者，唔甘辛苦种的兰花互平戏杀，转捐5000丛的兰花互地方。甲无共品种的乌蝶兰各做一丛，黄的、白的、紫色的，看过去互人看到真清新。这个兰花自本是拢要销去国外，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兰花饲草变真歹。即阵为着消透兰花，屏东县万万乡的兰花业者决定赞助5000株的兰花栽，予万万乡立图书馆。我们在这边已经16年了，一直想说怎么样让我们的乡镇能更美丽，所以公司捐了一批兰花，让可以布置在我们的乡公所，一部分到我们的那个图书馆。在咧图书馆内底，不管你行去倒一区，只要看册看甲忝啊，头压起来就有乌蝶兰会使欣赏。万万图书馆也甲业者的这份好意，甲推动阅读的风气做伙作，希望民众加来图书馆行踏，来借册就通甲这珍贵的野兰栽摸回去处理种。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图书馆。现在是每借阅10本书，我们就送大家2盆兰花，希望大家，人家说书香花香，充满着万峦香。
毋那慢慢图书馆闻到火香，即阵就连慢慢乡的真侪里，也拢有分到业者送的兰花栽。等到明年春天到位，屏东县真侪所在就拢看到花开的景致。业者也希望等到迄当阵，兰花的经济会使搁再开出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坎顶有农友，伊名号做桂德基。7当前，甲伊的阿兄去一个榴莲农场，去互气候甲环境的条件，伫屏东种榴莲，即马种出成绩，嘛产量稳定，而且食起来滋味嘛无输进口的。一粒搁一粒大搁水的榴莲种伫咧树仔顶，这是屏东县坎顶乡的农场专门来生产本土的榴莲。农友桂德基讲，7当前，伊和阿兄做伙买这片地。迄时阵遐有真侪人咧种金蕉，毋过因煞决定种侪人爱食台湾无人种的榴莲。为金针头开始种，到即马园区内底品质上好、数量上侪鸟山王，拢通看到因的心血。那经过这7年来在我大哥还有我们员工的一起努力之下，那我们目前整个榴莲园里面有种了将近280棵左右的榴莲啊，那有80%以上都是目前品质最优的猫山王的品种。魏德基强调，台湾的榴莲品质绝对袂输给进口的。伊种榴莲，互民众通伫产季时食到上特色的榴莲，最近也有稳定的产量，按上7月就通大量生产。咱伫台湾在地种的咱就是在食到咱在藏的榴莲。未来魏德基嘛，希望把技术分享给农民朋友，互大家当食到台湾本土生产的榴莲。记者综合报道。行行出状元，南投草屯东德家乡长期培育人才，互学生囡仔学技术。毕业季节即马毕业展览，就是这3年来学到的成果展现。学生做马道，行伫咧舞台顶，互人看水。身躯穿的正是南投草屯东德家乡的学生，因了时搁了工，结合无共刀型的概念，搁用金创的布料去设计完成的。看到家己一针一线完成的成果，受到侪人的肯定，学生是有够感动。是一开始都没有想法，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就只知道说角色是乌鸦可是乌鸦是什么，然后就整得很空白。我们老师所教我们的、所学的，我们都把它展现出来，然后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另外一边，远远就闻到点心的香气，餐饮和烘焙科的学生也把握这个毕业成果展的机会，把平常时上好的手路隆重展出来。3年以来学习的成果，然后展现在这个展台，然后让我们以台湾来呈现我们烘焙科所有不一样的面包、甜点，然后把它呈现出来。东德家乡替学生囡仔举办毕业成果展，邀请学生的家长、已经毕业的学生，也有业界人士来这欣赏因3年来的学习成果。学生也借这个机会，和人分享因在咧学校所学的物件。那成果展分为2部分，一个是动态跟静态。每一个同学大概有5点多张的证照，那我们希望学生有更多的舞台。透过毕业展，学生整理也有记录家己成长的过程，也望这个功夫会使成做出社会重要的基础，找出更较多发展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初因为伤过头寒，有袂少农作物拢受到损害。严格阿里山的地叶颠倒受到低阴，因为地缘结霜路边角，地米的生长就较慢，而且发较高，芳开也阁真好，所以地米的品质比永过也阁较好。种地的人向民众介绍今年收的春地，希望人客赶紧来买。不过现场有真侪空的布棚无伫使用，无办物件。主办单位讲，这是地拢卖出去的好现象。你看咱今年的会场就是讲咱的地农较少有出来伫现场来遮摆吼，这就是真好现象，表示因的地已经拢卖出去安尼。嘉义县山区的地园今年虽有发生旱害甲路边仔角的情况，不过评审委员讲，今年因为雨水有够，加上日夜温差大，所以今年的地米比去年品质更较好。今年的茶叶，它的整个茶青的那个条件比去年好很多哈，所以相对做起来的茶，它的浓稠度，还有它的香气，还有它的滋味的甘醇度表现都比往年还好。为少民众来到现场啉茶，嘉义县政府农业署讲，因为疫情影响，今年地米的品鉴采用网络直播，所以也为少人透过网络直接向地农买茶。
如果客人他比较走外销或大陆市场的，他可能多少也是有受到疫情影响，也是有，但是整个市场上的内需其实还是够的。梅山乡农会讲，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影响到地米外销市场，不过因为防疫期间大家拢伫厝的，所以地米使用反倒长偏较侪。而且700个所有参加比赛地农拢爱使用会用的对数产品的 QR code， 希望能增加民众对家己管地米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有国际出名的资讯安全网站是讲有2000笔咱台湾人的资料对政府部门防泄漏出去。咱行政院是表示讲，这资料真旧啊，啊，毋过对倒位啊漏出去的，即马爱搁调查。对网站公布的资讯，看出是民众个人资料。国际有名的治安网站西部指出，有2000万笔台湾人民的个人资料被公布伫暗网要卖。网站更加点出，这可能是政府部门的资料外泄。因为年代久远，你也不知道说那是真是假。调查局也在着手在调查中，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绝对不会是它上面号称的说是从内政部的骇客骇进去，因为内政部它是内网，户政资料它的整理会非常的完整，而且格式一致，它里面的资料包含的30种格式以上。疑似方外泄的3.5GB 的个人资料，内容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出生日期这详细资料。行政院讲，初步调查内容是真旧的资料，有可能是整理包括民间这无讲资讯的来源，毋是对政府机关流出来。即阵也伫咧调查真假甲来源。毋过有学者讲，就算是旧的资料，也是个人资料。台湾的治安保护能力也需要加强。只有政府才拥有全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个资，骇客不大可能从个别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业者的话拼凑出几乎是全国的这个个资，应该要有一个就是治安的那一个就是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全国的治安学者都反对的这个政策，那这个 EID 的话不应该实施。近年来，台湾陆续发生总统府、台北市卫生局、金融机构这治安事件，学者认为这是台湾的治安甲国安的问题。尤其政府在治安充满疑虑的同时，伊阁要推出换发新式的身份证，虽然因为民众生活带来方便，确实也可能将做治安的阿基里斯腱。即要出现一个空隙，就可能带来真大风险。希望政府在提出更加完善的治安系统方案进前，先莫随实施，若无人民是无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在推动再生能源，鼓励无得种植的田改种电。啊，不过有保育人士就表示讲，即马伫苗栗的山区，嘛有规划有几啊百公顷的供电厂，恐惊会影响石虎也有野生动物的生态，对环境造成破坏。这是苗栗县土消镇福管理的林道，当地农民定看到石虎出入。带着伸手队入去抢拿，来到石虎出入的地点。翕15个照相机啦，翕15个啦，讲有算讲精神叫迄款的迄款的师傅加着安尼啦。我近即地石虎市地，离无到500公尺，有一座旧年新建的太阳能供电厂。保育人士表示，目前伫苗栗县的供电厂申请案已经有50件，规划中的有近100件。对供电厂的兴建，当地民众反应是真无共。以他们目前的地点呢，去装设光电设施，然后不会去影响我们的里面的一些生态的种种这样。那有那么多学生，什么都有，这样哪里可以？除了已经开发的电厂，保育人士观察到附近有30公顷的浅山农牧用地，也想要申请。面对继续的开发案，总面积达到100公顷，保育人士烦恼会对浅山地区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这个区域至少还有石蟹獴、麝香猫、八色鸟，而且整个区域它也有灰面狂鹰的夜栖点。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在石虎上面，而是浅山地区整个开发的问题，对野生动物的冲击会非常的大。将近快100多公顷的光电板在浅山地区的作为，是不是对水土保持也会产生冲击？苗栗县政府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针对供电厂的开发案，苗栗县无愿意回应，只表示目前还未收到申请，了后有受理，会依照相关法规审查。涉及农地农用甲石虎保育，工商处会邀请农业处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伫花莲玉里天主教堂的神父刘一峰，今年已经79岁啊。伊对1966年25岁时就来咱台湾，伫台湾已经踮超过半世纪，已经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成做正港的台湾人。下午9点，台湾新简介，咱来认捌伊的故事。这是花莲县玉里天主教堂。负责人是79岁刘一峰神父，伊自1966年25岁就来到台湾传教，这一踮就超过半世纪。多年来，伊亲自为在地从事各种社会服务，也成为花莲玉里人人口中有求必应的神父。迄个时阵，院长问员工：恁若会使家己决定你想要去倒一个国家？你要选倒一个国家，是因为迄个时阵我有几若届有看到杂志内底是关系台湾的消息哈，是有几个神父带上来台湾传福音，有写因有写有伫咧杂志内底有写。有关系台湾的代志，所以我感觉哇，伫台湾有较济民族的文化啦，是风俗习惯啦，拢无共款，所以我说一定有趣味啦。这个有写我若会使家己选，爱去倒一个国家，我就爱去台湾。赞美你，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记者综合报道。啊，那德国是有学者专工来咱台湾去云林岛那个芳树湖社区，要找找500栋的老树，啊，毋过找无。伫个绘本作家黄慧玲知影了后，再甲老树的故事，即马画作红仔册。老树定定是一个特殊的票仔，记录社区的变迁甲居民的记忆。壁顶一张一张旧相片，是云林县斗6芳树湖社区居民生活的记忆。老辈的拢会记哩地方有一丛500年的芳树，毋过这丛树啊，落尾是老无调，大家对老树的印象嘛渐渐无去。老的树默默的在那边成长，其实很不容易。那它就这样死了，好像也很容易走出人家的记忆。那我这个故事其实是很想把我们对老树的那个记忆，老树它那么努力的长大变老，我们要把它保存下来。为着要保存500年芳树的故事，地方的绘本作家黄慧玲专工甲老树相关的往事画作红仔册。500年后，不过黄慧玲的创作这本红仔册，佮有一个上界关键的起因。Very simple. First thing is only open the eyes. 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就跟你的邻居，也许跟你的祖父母，听听他们讲故事。你可能很久没有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也许是你的邻居从你的街坊旁边来的，他们可以跟你分享很多的故事。按德国来的文化人类学者安德为着要找咱台湾500年的芳树，专工来到云林县斗6芳树湖社区，毋过到底才发现这丛老树已经无伫啊。黄慧玲知影这件代志，毋甘500年的芳树，互居民放袂记，才会专工画作红仔册。安德甲黄慧玲拢希望这本红仔册，当互民众了解地方的风华，嘛重新思考咱人甲自然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深色，世界嘛真有情。美国纽约米其林3星餐厅麦迪逊公园11号，捌摕过全世界上介好的餐厅一款肯定。啊，毋过受疫情影响，生意做袂落去，进前有拍算要关门。啊，毋过现此时，伊已经成功转型做慈善灶卡，替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也佫有弱势包便当。2017年核选全世界最佳餐厅之一的麦迪逊公园11号，即马变做慈善厨房，专门为对抗疫情的第一线工作人员，也佫弱势族群供餐。I had a person the other day who said, "Oh my God, this is the best meal I've ever had." You know, that is really, really touching. It gives a higher purpose. 汉姆即马逐工到餐厅甲工作人员最近准备料理出餐，伫当地哈林教堂免费发差不多3000份的餐点。伊甲纽约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伫收到私人的捐款，甲一间银行25万美金的赞助下，主要本来要继续营业的想法，甲餐厅甲灶卡重新改造，转型做慈善便当。
And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if you're serving the 1% here or the 10% here. It is that same power and that same beauty, and you can touch people in that same way. 虽然即摆疫情有较稳定，政府也慢慢解封，不过自3月疫情发生以来，麦迪逊公园早期也受影响，因为疫情无确定性。汉姆认为想要回到以前生理好的情形，依然是未知数，不过会继续帮助无家可归甲无通食的游民。For me, I'm excited, to go back to, a version of what we have been doing at 11 Madison Park, but incorporating all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now as well. 同一间灶家做出来好食的料理，拢是一份滋养。只是经过疫情的调味，每一餐拢增加快乐加感官。纽约市自3月中以来，2个月来已经发出3200万份便当。目前差不多200万的纽约人面临食物危机。记者综合报道。2年1百个台湾国际儿童影展已经伫线顶开始啊，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无法度伫电影院举办。不过主办单位是鼓励父母带囡仔来看电影，因为是看免钱的，讲看一支就赚一张电影票。Buenos días con todos. Este proyecto es un banco para niños y jóvenes. Ahorita los chicos están trayendo sus papeles, sus residuos sólidos. 何时7岁就咧改变世界，伊将回收资源所卖钱，用来成立学童银行，号召全球的囡仔斗阵对抗散车暴力甲污染。Je pars des toiles, je les vends et avec l'argent, j'achète de la nourriture, des duvets et je les donne aux sans-abri. 今年台湾国际儿童影展伫线上登场，面对疫情，伫实体影展受阻，主办单位拍出为爸爸妈妈纾困，看一部赚一部口号，邀请亲子服役之外，伊原用伫网络看片共同参加。影展第一波以理解甲包容为主题，希望借选片开启囡仔视角，面对有无共款背景价值观的人，互相包容接纳，并且产生对话甲交流的可能。Vad gör den? Frågade Putte. Bara ligger. Den är död, sa Ester. Vi förklarade noga att allt som lever måste dö. 瑞典绘本动画世界上上赞的总体，描写3个囡仔成立小小的撞击社，专门为死去的小动物办丧礼。有人负责舞帮，有人负责写诗悼念，有人负责哭，世界去找死去的小动物，渐渐感受生命的重量。那这些问题通常是我们很少，尤其是在台湾的节目当中会看到。但是在有趣，比如说生动、可爱的画面之余呢，它却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你可以协助他们在面对相关问题的时候做好更多的准备。儿童影展规划生命问答题单元，透过动画这媒介，以囡仔观点处理生死议题，让囡仔伫轻松笑诼故事当中体会生命变化。另外，还有精彩开幕长片，真欢喜熟悉你反转脑细胞等主题影片，拢伫公司加网站，超过30部的好影片，要互全家大小防疫袂无聊。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印度唔但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阵嘛有虫害。大阵的草莓啊，对巴基斯坦走去印度有5万公顷的农作物受损害。草莓啊，伫天顶乱飞，互人看甲真惊吓。农产的主人摕着鼎一直讲，想要甲草莓啊行走。印度无闲防范新冠病毒，即马阁有草莓啊攻击。为4月开始，就有沙漠草莓啊丁为巴基斯坦进入印度，其中拉贾斯坦邦甲北方邦的沙丁受害上严重，是印度为1993年了后拄着上严重的草莓啊灾害。ये 8 दिन से ज़्यादा यहाँ रह जाता है तो फिर ये इसमें एग्स बनने लगेंगे और यदि वो एग देने लग जाएगा तो ये हमारे लिए बहुत खतरनाक हो सकता है। तो 目前草莓田至少有8个到10个，已经沿路食掉至少5万公顷的农作物，和政府甲农民用各种传统的方式想要赶走草莓啊。हमारे लखनऊ राजधानी में नहीं आ जाए उसके लिए हमने ये तैयारी की हुई है और यहाँ बैठते भी हैं जैसे ढोल और पीपा थाली और भी कई तरह के यंत्रों को हमने लेकर सभी गांव वाले सजा के और यदि इससे भी नहीं रुकेगा तो टैंकर से स्प्रे करके जो कई तरह की दवा हैं उनसे करके हम उनको कंट्रोल करके
वो समाप्त कर देंगे। 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指出，沙漠草莓是全球上高破坏的害虫。一平方公里的草莓田，一天会当食到食物，差不多是3万多名大人的食量。伫今年温度因为比过去的平均温度搁较悬，互草莓脱生真紧。但是无伫6月降雨报警之前，甲草莓赶走，会严重影响到印度的粮食提供。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日是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暗过伫台北、宜兰花莲过渡了后，落雨范围会较大淡薄啊。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 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无爱拜，无爱拜，拜第3条。拜拜有伫庙拜。 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水的意思，这是对心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 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爹爹，入庙了后，甲敬面摆好势，点香烛，过来先拜天公，用左手甲香插点天公炉，刷落，搁照庙里神明的大势，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 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架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 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冬。搁有一句俗语讲抓到神，抓到人，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代志，
袂使干那拢靠心灵帮咱。上要紧的吼，是咱爱好好啊打拼，有可能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意、红过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也着神也着人。大家爱拜嘛爱拼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